睇影片前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，多謝。Woke up to the glow of the morning light. The world feels golden, everything's so bright. Dancing in the mirror to a beat I make. Every little moment's a joy I take. Oh, sunshine on my mind.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團長日記。近期城中熱話，千海水產勁敵，號稱全港首間沉浸式即撈海鮮放題美人魚，喺網上睇到好多258任食4個鐘 story 長短影片，影得靚，超多嘢食，頂級1萬尺大場，再推出試業價，全港最平，究竟係咪真係咁勁？團長自費以最真誠嘅態度帶嚟最真實嘅一面俾大家。一嚟就入戲肉講價錢，唔好嘥時間。試業價午市12點至4點258蚊一位，食足4個鐘。小童長者全日任何時段198蚊，呢個係最抵最平。另一個時段最貴，晚市6點至9點408蚊一位，食3個鐘。我今日嚟宵夜時段，晚上9點至12點278蚊一位，注意有加1服務費。呢張宣傳單張我見唔到有提，好多長短影片都冇講出嚟。仲有另一種收費，啲字勁細隻。星期六日午市每位加20蚊，連加1即係22。星期五至日公眾假期晚市每位加20蚊，連加1即係又要俾多22蚊。大家留意返真實價錢，其他時段收費我放喺度。影片時間有限，講唔到咁多。睇完片幫手點個訂閱掣，就會幫到我㗎喇。仲有機會額外收費就係湯底，6種單鍋免費。如果要鴛鴦湯底，揀2款，額外要加50蚊。仲有下邊2款膠原蛋白美容鍋、清涼解熱雪耳鮮椰子鍋，升級單鍋或者鴛鴦鍋，再加70蚊。記得遊戲規則有加1服務費，火鍋湯底加湯用返原湯，呢一點非常好。講清楚最重要價錢，即刻同大家睇美人魚主打活海鮮，係咪真係有能力同千海大比拼？打頭陣3種蟹，藍蟹、紅蟹、3點蟹，大家睇畫面都知道有幾新鮮，唔使多講，同埋都好大隻。團長絕對冇收任何錢，有邀請拍攝一定會講，只會將最真實嘅畫面帶俾大家。剛剛試業，餐廳當然有做得差嘅地方，後面我會講出嚟。睇咗幾段 story，一味讚到上天花板，有其他收費又唔講，淨係講有幾抵食，有幾正。瀨尿蝦宵夜時段嚟到9點半左右，見到剩返10隻，體型偏向細隻，同埋冇晒活動能力，我就冇攞嚟試食，放返低。蝦方面有基圍蝦、九節蝦、大頭蝦，生猛情況一般般，可能宵夜時段食水尾。俾個建議大家，一入到嚟立即攞1轉俾師傅清洗，之後立即攞第2轉，唔好等，遲咗就好似我當晚咁，有幾格空晒，唔夠貨賣。一場嚟到就係為咗食海鮮，食1轉再攞已經冇晒蟹、蝦、瀨尿蝦、鮑魚，再後啲連花螺都冇。呢一點海鮮存貨不足係真實一面。鮑魚新鮮，吸啜力好強，2隻黐到實一實。白蜆體型唔算細隻，熟咗之後只有1、2隻冇開口，正常好食冇問題。花螺一樣冇問題，正常好食，但係比較細隻，肉太細粒，口感差咗少少。鍾意食大嚿螺肉口感有翡翠螺，
脆肉鯇魚片，色水新鮮靚仔，仲有發好咗嘅海參，同埋大隻台山蠔，處理得好乾淨。轉去熟食區睇下，水汪汪酸菜魚，消失的茶碗蒸變咗蒸點心 ，story 介紹有嚟到真實一面又冇咗，散晒好多骨醬香鴨。熟食區整體好頹，睇完就算。我當晚冇攞冇食，有 YouTube 朋友有食，喺下邊留言講下熟食區好唔好食。熟食側邊有個燒烤區，其實就係得兩樣嘢食，燒鱔同埋燒蠔。睇畫面大家都估到，食材新鮮，師傅手勢有功架，魚皮脆脆地，焦香味好正，鱔肉嫩冇泥味係任食。但係好多人排隊，每次限攞一小件，想食幾件，消耗嘅時間比較長。燒蠔都係好食，一樣排隊攞，每次攞一隻，有心機排隊可以食到幾隻。現場即製甜品區有一個師傅喺度做，出品烤榴蓮、格仔餅、雞蛋仔、梳芙梨幾樣出品，師傅好有心機整。好香好好食，但係全晚得一個人企檔，10000尺大場前提下，一直供不應求。梳芙梨最多人排隊，見咁多人排，諗住食完火鍋最尾先攞，點知去到排隊冇晒，賣完冇得食。搵食攻略建議，試過想再食，即刻開出最強奧義，車輪轉排隊法，可以食多幾件。唔想排隊，有其他甜品種類講得上豐富。鮮果撻仔呢個正，佢出品甜度比較健康，少少甜得嚟有味。我覺得整體甜品好食，特別係門口有個大雪櫃，裏邊甜品明顯有心思做，又唔使排隊。不過鍾意食凍甜品先啱。雪糕櫃仔 Coco Berry 品牌。雖然唔係貴價嗰兩隻，但係呢個價錢咁多海鮮可以接受。飲品方面有紅酒機、咖啡機、熱水3款自家製飲品，冇落糖，健康之選。幾個大雪櫃，啤酒、汽水、果汁都係放題經常出現種類，一定夠飲。仲有一般火鍋放題一定有丸類、蔬菜、前菜、炸魚皮、響鈴，出前一丁。快速數一數俾大家睇完開餐。開餐啦！火鍋湯底藥膳雞單鍋，唔使加錢，好大陣藥材味，湯色水都有，做到色香靚仔，但係冇乜味，偏淡口。雞肉長時間煮有啲柴，唔好理佢，放返落去。海鮮清洗完，即刻同大家睇睇，去咗2個攻擊蟹鉗，非常生猛。其他蟹、蝦、花螺、蜆、鮑魚清洗得好乾淨，可以放心食。等海鮮熟，唔好嘥時間，攞2隻烤蠔試下，賣相好大隻，蒜蓉醬夠，現場即燒，新鮮到仲滴緊水，鮮味十足，正。另一款即燒鱔，成功攞到2件，燒過鱔肉特別香，魚皮脆脆地，冇泥味，鱔肉爽口，醬汁提升咗佢嘅鮮味。一樣好食，大家過嚟試，排隊都要攞。海鮮煮熟食得，睇下藍蟹同3點蟹裏邊係點。呢種體型大小，喺街市買幾隻都要100至150蚊，食到幾隻嚟美人魚食，性價比又喺度。蟹肉鮮甜，蟹膏香，見得
記得食多2隻回本。鮑魚正常大細，新鮮即煮，肉質彈牙，放題任食嚟講算有誠意。蝦出邊魚檔見到，存活率一般般，大家自己執生。我攞呢幾隻，蝦肉爽口，鮮味唔錯，點辣椒豉油食最正。打邊爐點少得食牛肉，同大家輕輕睇下 QR code。叫肉類同其他嘢食用 QR code 落單，比較回本。澳洲 M5 和牛，肉類選擇算齊，豬、牛、羊、雞肉都有。不過食物方面，可能試業期間的確有唔夠賣情況。墨魚滑賣晒，乳鴿賣晒，仲有其他我就唔一一提。該讚就讚，該彈就彈，將最真實嘅一面帶俾大家。再同大家試一試澳洲和牛，牛香味比較濃，肉質算嫩唔錯。其他2種牛味淡咗少少，我比較鍾意和牛。肉類送過嚟速度好快，幾分鐘就到。鍾意食牛肉應該幾滿足。仲有一樣覺得正，台山蠔煮完縮水情況好輕，蠔本身唔算濃味，但係食緊嘅係放題。咁大隻，我會俾好高分，抵食。自助區仲有幾種前菜，一般放題都會有，味道我就唔多講。烤榴蓮有驚喜，甜香軟身。我今日食呢2件水準好高。鮮果撻皮脆脆地，有牛油味。吉士醬唔算甜，有靚少少，西餅鋪水準。餐廳安排入座情況慢。宵夜時段9點至12點，我咁早嚟到登記，結果9點20分可以入得，但係我後邊門口仲有一大堆人等緊，大家想過嚟試，記得訂位。就算訂咗位過嚟都可能要等。有個小福利同大家講聲，餐廳門口有水果茶、小零食之外，有個美人魚尾巴拍打小遊戲。分3級獎勵，拍打次數越多，獎勵越好。最正可以全單8折。有興趣大家到時嚟玩，我當晚就冇玩。最後帶俾大家餐廳嘅營業時間：中午12點至晚上12點。地址：銅鑼灣波斯富街99號利舞台廣場21樓。如果坐港鐵過嚟，銅鑼灣站落車 A 出口出。我今次體驗性價比，我俾啱啱合格。鍾意今集介紹，資訊有用，幫手點個讚，訂閱團長日記頻道，分享俾你最好嘅朋友睇，話俾佢聽，原來銅鑼灣有間新開咁樣嘅即撈海鮮火鍋放題，有好玩好食，團長第一時間分享俾大家。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，我哋下集見。